这些日子，娘一直吃斋念佛，求菩萨保佑娘娘。没想到，真是灵验了。鹏儿，你总算是熬出头了。夫人，您快别哭了，看您这么一哭，明明也想哭。这孩子真不该怀。呸！这娘娘是什么话呀？哎，怀孕这段期间，你可要抓紧了，千万别让别人钻了空子，尤其是那个江映月。亲娘啊，你跟我在一起，除了这个话题，还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了？我这次把你找过来吧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你不是让为娘帮你出谋划策，看住皇上吗？你怎么满脑子阶级斗争啊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咱们张家还有没有那种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的小美眉？你叔父张玲家的姑娘张玲玲，也就是那姑娘，那长相还能与你媲美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她可曾许配过婚事？还没有。这次把你找过来啊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给杨玉将军的儿子许配一门婚事。杨家跟咱们家也算是门当户对，您觉得呢？好啊，太好了，这回咱们家可算是双喜临门了。你们几个放这儿吧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是要把我赶出去？你们要易主了吧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是怕您孕期反应太大，怕您遭罪，想来兴圣宫陪您。您看，东西都拿来了。What？ 齐上要搬来兴圣宫来住？No！ 我坚决抵制！皇上想对你好，你为何如此抵触呢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？可是，自古以来，夫妻睡在一起就是天经地义的呀。谁告诉你夫妻就得睡在一起？要是跟你睡在一起，我还愿意。他想都别想。那，娘娘，你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皇上不再来找您呢？现在的情况呢，大家私底下肯定都已经议论过了。皇上确实决定卷着他的盖卷来我的宫里常住，但是，所谓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我作为皇后，后宫之主，不能独享专宠，所以我便谢绝了皇上对我的恩宠。皇后娘娘，这是哪的话呀？您现在有孕在身，皇上理应多跟您待在一起。就是啊，就算是待在一块儿，又能待几日啊？你闭嘴！我做了一个策划，还请姐妹们跟着我一起参谋参谋。娘娘您说，这个策划案呢，叫做轮宿制。轮宿制？那岂不是让咱们雨露均沾吗？可是娘娘，臣妾实在不明白，您为何要这样做？你是不是想问皇后娘娘为什么这么好，愿意把恩宠分给你？分给我怎么啦？分给我怎么啦？我愿意。你们两个别吵了，听娘娘说。你们能不能沾得雨露，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。但是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。皇上他又怎么能听我的话呢？姐妹们，又有什么能力能得到皇上的圣宠呢？如果你们能让皇上高兴，忘记烦恼，他才能高枕无忧的叫你们去侍寝啊。可是娘娘，我们也不会打仗啊。就是啊，什么都不会。可你们能让皇上爽啊！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用钱买不到的，但是如果能用钱买得到，你们为什么不交出你们的 money 呢？妈，银子。现在战事吃紧，缺的就是军饷。你们只有让皇上排忧解难，
皇上高兴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满足你们呢？皇后娘娘，这个玉簪略表心意，我公主还有很多金银珠宝，我马上派人去拿。皇后娘娘，臣妾马上到宫里去取。我也命人准备东西去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哎，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回来！站好了啊！站齐了，立正！我宣布，第1届后宫大会圆满结束。您说轮宿就轮宿嘛，干嘛让娘娘们捐这些呀？皇上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发火？就是怕他发火，我才设下此计呀。奴婢又不懂了。您说皇上那样子也不缺这些金银珠宝啊？礼不在贵重，关键是皇上见了嫔妃们送来的这些金银细软，我就不信他还肯拉下脸来伤了娘娘们的一片爱国之心。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他无法拒绝，骑虎难下。这是现在云溪暂时吃急，后宫的娘娘们知道皇上整日整夜为了此事烦忧，一共捐出了这2箱金银细软，称作军饷。东西不多，皇上一点心意。那你替朕谢谢他们吧。一句谢谢就完了？不然呢？那些妃子们想要什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皇上他们就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愿，您就不能满足？如此，那你还是把这些东西退还给他们吧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是还不回去了。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所以才来跟您商量一下轮宿的事儿。轮宿？皇上，我知道您是一个有节制的人，但是这后宫有名分的满打满算不过那几个人，咱们就排着来吧。一天安排1个人到大明宫去伺候皇上，再给您留几日休息的时间。咱们得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制度。鹏鹏是出于一片好心呐。前些日子您差点就犯了专宠一人的禁忌，现在呢，既能亡羊补牢，又能解决军饷的燃眉之急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笑疯了。张鹏鹏，你做事要有个限度，小心收不了场。皇上要是不答应，那才叫收不了场呢。所谓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。你，皇上，臣妾觉得后宫的那些妃子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她们整日整夜的跑来我宫里闹，您说我这还怀着孕呢，我哪受得了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您就答应了吧。皇上，按照皇后娘娘制定的轮宿表，今晚该是皇妃来执勤了。知道了。娘娘，我给您弄来了，这就是侍寝轮宿表。宝贝儿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又让你去跟强公公使美人计啦。真是春雨贵如油啊！皇上虽说去后宫的日子少了点儿，好歹也算是去了，我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哼，今天碰到皇良园宫里的一个小宫女，竟然都不跟我行礼了，都是轮宿致害的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啊？宝贝儿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啊，去给大明宫啊送完补药去。啊？顺便表达一下我对皇上支持我工作的感激之情。哎呀，真是搞不懂您了。你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太困了，能不能躺在这儿睡一会儿呀？不行，守夜是你的责任，怎可怠慢？皇上，这些日子臣妾几乎天天来给您守夜，臣妾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哪来的废话？能夜宿大明宫，在外人看来，还不是你莫大的福分。皇上是不是生病了？皇上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无论怎样都提不起劲儿来？皇上可曾听说这种药？
臣妾听人说，这小小的盒子里装的可是被誉为男人福音的稀有药品，男人的必备良药。宫中早已传遍了这大名鼎鼎的金戈。大胆！皇后娘娘。行了，皇妃，今天你的福气就享到这儿吧，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没问你呢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朕看是你病得不轻。我是问你是不是真的有病？张太医那儿有药，包治百病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有肚子，不方便。你没病，我有病。